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第11場賽事2班1004，9號巴基之星，睇佢表演，準備。好，呢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巴基之星63響後邊，前面快嘅馬威力村啦，金匯龍華馬跑得出邊就辣得很，第5位就大都會啊。咁再見到中間呢，仲有迫擊炮啊，響出邊就風彩王啦，內蘭君必勝，中檔仲有太陽喜喜啊。後啲嘅馬啦，先有聖飛啦，響尾5藍衫嘅，跟住嘅後邊呢，仲有旅遊拿督，尾3天合，尾2日威夜威，大墮後嘅一隻馬呢，就綠色衫巴基之星啊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嘅段柱啦，辣得很就放，威力村主動啲，咁啊跟住個第2位先，第3位嘅馬呢，仲有馬跑得響出邊啦，埋邊第4位呢，就大都會。再後邊嘅馬仲有迫擊炮內蘭君必勝啊！再數後邊金匯龍華風彩王聖飛，尾5呢就太陽喜喜，尾4旅遊拿督啊，尾3日威夜威，尾2天合，包尾呢就巴基之星掟出去啦！好啦，入正最後直路，辣得很佔先咗個幾身位，威力村已經第2位追緊好貼啦，中檔馬跑得，後邊馬必呢個呢就君必勝，內蘭仲有大都會，最出揾翻佢有冇啊？巴基之星上緊嚟啦，最後100零米。威力村走甩咗呢，但係2個身位埋邊辣得很，出邊巴基之星追遲咗啦，接近終點，威力村贏啊！巴基之星第2，辣得很第3，第4聖飛太陽喜喜啊！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威力村採取一個比較主動啲跑法，跟住辣得很直路上面走甩你先，就係走甩咗你，巴基之星脫節包尾大外檔，逢馬過馬追上嚟跑第2。第3辣得很，第4聖飛太陽喜喜。曾情上嚟跑1004有一檔，咁啊原來個形勢啊真係正到痹，跟住辣得很，直路走甩，巴基之星追佢唔到啦。第2啦巴基之星，第3辣得很，第4咧好似聖飛高啲喎。第4聖飛啊，今日真係冇馬喺嗰個位可以追到㗎。呢隻係其中一隻追到第2名啦，幸運房啊追咗個第4啦、第3啦，有形勢嗰個位係追過第4啦，係得呢3隻馬可以嗰個位追過下嘅啫。咁啊結果呢一隻威力村咁啊史卓峰提議啊增程啦，咁喺呢度亦都有一個好好嘅際遇，檔位亦都好好啦，呢度贏馬啦。參與嘅派彩立跑第1名係2號嘅威力村，獨贏派66蚊，位置派16蚊。跑第2名9號巴基之星，位置派11個半。跑第3名3號辣得很，位置派33個半。連贏位2搭9派36蚊。三紅彩2號、9號、3號派1096蚊，單次派148蚊。位置 Q 2搭9啊派18個半，2搭3派106個半，3搭9派47蚊。跑第4名係1號嘅聖飛。威力村咁啊嚟香港嘅第2場頭馬啦，咁同樣地即係2次都係贏得好輕鬆。咁今日就跟住阿妹跑，阿妹嗰隻辣得很都落飛比較多㗎，去到6格18倍。我記得佢第1次着格嗰時23倍已經着緊格㗎啦，咁成日都有啲支持飛啊。今日跑法主動其實都係即係食到個跑道形勢。咁啊，頭先都講啦，外邊追係真係得3隻馬嘅啫，今日咁啊，大家可能都寄存下呢3隻馬咯。巴基之星啊，有形勢。我哋睇埋呢個組合獨贏啊，3揀1係 A2隔夜半熱門啊，派31個半。咁4連環呢就派761蚊，4重彩，仲要等多陣啦，15988蚊。佢個飛數都落咗幾多啊？70幾蚊嚟㗎。大家可以數下啊！嗱，咁起步黎曼㗎啦，
但係今日係冇咁甩漏嘅，佢即係唔係脱節慢嚟嘅，都算係 O K 嘅。咁佢唔呢係起步脱節慢，佢係跑係啦，個慢咗。問題係出喺呢度啊！跑咗幾步咧，真係跟唔到速度喎，真係要騎㗎咯喎，已經係。咁大家都喺度等緊有一天，當呢隻馬流暢，又係好似咁出閘快，又可以再跟前啊！跟到去邊啲位咧？最起碼或者旅遊拿督到起碼啦，係啊，太陽起起啦，旅遊拿督啊、太陽希嗰啲位啦咁如果真係俾佢咬到嗰啲位嘅話咧，咁你都當日如果你真係見到嘅咁啊，佢一定都係進步嘅。係啊，已經係都2級跳㗎啦。始終呢只咧，佢係德國馬咧，你要佢即係咁細個去跑速度咧，佢真係要時間去學嘅。唔係真係得㗎，北半球馬大部分都有呢個問題嘅。而家就我諗好難相信呢隻馬會有一個咩速度㗎。就算佢大個仔嘅時候咧，佢都應該都唔會話跟住馬群啦，我諗叫學到啊，但係而家都未做到㗎。哇！但係末段嗰啲後勁咧，真係即係就算呢場佢追唔到威力村都好啦，唔使失望嘅。威力村21秒幾嘅，仍然都係走緊，都係幾㗎。威力村就跑翻自己，係啊，唔係一般馬做到嘅。你上陣3次，餐都做緊呢啲時間㗎喎。好啦，高空鏡頭睇啦啊！呢度爭好遠我諗唔止5個馬位啊，呢度真係唔止啊！呢度內檔數出去嗰隻威野威都唔止5個馬位啊！唔止啊！呢啊，講緊係8、9個馬位嚟嘅。咁同埋你要計埋今日咁樣跑法，你都即係你預咗一定下風都得啦。哇！呢度你睇下零舍嗰啲係嘛？嗰啲步係點咧？叫做又密又闊啊！當佢一開就撻着咗咧，佢又嗰啲步咧就越立越闊。而且佢個衝程你睇佢真係幾長啊！過中點個勢好勁啊！哇！發生咩事啊？後面嗰3隻咁弱嘅喂！睇第4名張相先，聖聖飛嚟㗎。分段時間頭段13秒56，第段21秒9，第3段22秒78㗎，末段22秒85，總時間呢1分21秒09。